立法院通过3个征集法案，总统热情地讲法案无重视民意，以至于讲会按照宪法行使救济权利。台铁补助站有人调降6月铁路，互人按照公共危险罪以上。台北山北甲凤山暂时发生偏重6月铁路意外。今仔是同济观众甲有食圆仔，甚至有不计团体办活动，招大人囡仔用台语讲同济故事，也安排大家动手数圆仔。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收看12月21公视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郭碧君。20立法院会调阅公行，落尾国民党甲民众党联手三读通过选罢法、宪法诉讼法甲财违法等等法案。总统热情伫半暝伫咧社群平台打文，讲即个法案无经过充分讨论，无重视民意，而且侵害司法独立，冲击国家资源分配的公平政治。因此，刘德英提讲会依照宪法行，利用救济权力捍卫宪政。院长，怎么看立院修法通过？和风台开面造成大水冲派去的代替，西小清水溪桥经过5个月终建完成，12月2日恢复通车。行政院长杜英台早起去视察地时，讲到尾也表示，中华民国政府的体制已经改变，5年体制实行，中央甲地方登去啊，未来应该安怎甲地方合作，必须好好检讨甲整理。如果按照昨天在立法院通过的那个内容，未来台风来临，行政院也没有任何的能力来到各个地方去。地震来临，地方政府要自己非常勇敢去面对，各种的建设很多势必要中途停摆。杜英台也表示，相关法案难以推行，无经过民主审议程序充分来讨论，将依照宪法所赋予的救济权利来捍卫宪政的特殊。总统赖清德深夜伫社群平台发文，讲这法案无经过充分的讨论，无爱出民意，毋但剥夺人民的监督权，也侵害司法独立，冲击国家资源分配公平正义。我要呼吁赖清德主席、赖清德总统，以台湾长治久安为念，而不是民进党一己之私，或者是个人的权利做考量。怎么会有一个国家的总统利用自己党主席的身份，下令纵容自家的立委，要瘫痪国会对于行政权的监督？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是批评国民党甲民众党是恰财顾家，不过台湾人民无闭关的权利，应该爱团结。这一次蓝白是要亡我媚台，引狼入室。我要拜托台湾人民，我们不要妄自菲薄。这个历史的一刻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出来。立法院会20经过规工议事公行、选罢法、宪诉法、财违法这修正案三读通过。财政部讲，立法院无经过充分的讨论就三读通过财违法，表示遗憾，会对中央财政造成严重冲击，影响全民的福祉。司法院也回应，立法院三读修正通过宪诉法部分条文，触及宪法法庭程序自主的运作，严重影响大法官职权的行使，造成宪政机关运作困难，深表示遗憾。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党主席郭文哲因为牵涉经花城案，羁押到今已经超过3个月。昨有风声讲，伊要透过向法院申请假批的方式请示党主席。民众党中央紧急应变小组今仔召开会议讨论，会后呼吁社会相信郭文哲的清白。因那民众党秘书长周如修是讲，到目前为止，并无收到任何请示党主席的批信。因案在案，民众党主席郭文哲传出经由向法院申请假送书信的方式，传达请示党主席的信息。民众党中央紧急应变小组21赶紧来召开会议，讨论因应的做法。呼吁检察官能够维持司法正义，还柯文哲的清白，也要在这里拜托全国同胞能够相信。柯文哲是没有收钱的，柯文哲是清白的。经过2点半钟的会议了后，应变小组做出2项决议：有关郭文哲是不是请示，应该有的回应，应该爱做的行动，也呼吁检察官维持司法的正义，还郭文哲清白。其实这一刻为止，民众党中央党部没有收到任何这个书信有关于柯文哲主席请辞的书信。柯文哲就是我们的主席，而且我们会全力
跟柯文哲主席站在一起。民众党强调战略支持郭文铁立场不变，前民众党立委蔡壁如受访时是表示尊重主席的决定，相信伊是出于对民众党的爱所做出决定。我想主席应该也是基于爱护民众党，对民众党的爱而提出这样子的一个辞掉这个党主席。柯文哲主席应该是民众党永远的主席，不管他有没有当主席，他势必是我们的精神领袖。另外，外团郭文铁想要请示党主席，民众党内出现退党的情形。民众党发言人吴怡宣讲，最近民众党党员人数无减少，反倒等增加，而且情况甲以往同款，正向稳定成长，并无所谓的陷入退党的情形，请外界莫乱传。记者综合报道。小连续2天有人落落台铁的铁基路，20暗时台铁蒲州站有人跳江落去铁基路，警消人员找2点钟煞找无人。今日透早这个查甫人主动到案，互人按照公共危险罪移送。因来自伊瓦到台北站甲凤山站也有民众落落铁路，凤山有老伙仔无细致为月台拨落，紧急送病院。出动长的软桥代替凤山站的人员、警消甲救护人员，大家3、2个甲摔落去铁基路的阿公扛起哩月台。日接近中昼，准备坐车去屏东枋寮78岁阿公，家己跋落去月台，倒骹的脚头骨骨折，无法度振动。因为看到对面月台有列车进站，他担心是自己要坐的列车，一时紧张之下向前走了几步，然后不小心不慎掉落古道。马日站的自强号车站赶紧通知伫站外停车，连带影响另外一班区间车20分钟。了后由救护车甲阿公送病院。因那同一天互送病院的，阁有面甲骹手刺伤的67岁的男性，因为总入去台北站的铁基路，启动着新自强号，加在列车拄入站，赶紧动起来，男性意识清澈，互救出来。本分局调阅相关监视器影像，初步排除外力介入。后续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罪，函送台北地检署侦办。而早蒲州站也有人落落去铁基路，只是警消甲台铁人员开2点钟找无人。落尾这个男性伫2日家己到案，讲伊是欠债，想要行底路煞失败，不过已经影响到58班车万均。台铁这种落落铁基路的事故常常发生，浪费真侪社会成本。感谢加速推动月台的闸门，民众分别有看法。会保护会比较好，这样。对 OK。这再多污染，如果他自己本身不注意安全的话，也是没有那个。台铁也表示，若准证实是人跳江入侵路线，去弄到列车，除了由铁基路警察按照违反公共危险罪侦办，影响列车等损失，也向当事人求赔偿。记者综合报道。连锁超市专联伫咧台中大道的食品处理厂新建工程，19发生9死8伤的火灾。除了互人动发以外，台中地检署长也通知24个证人到案说明，包括现场总负责人甲工程项负责人5个人，互人列做被告。总负责人60万交保，其他的人是5万到40万交保。厂房已经全告烟，完全看不到头前的路，施工人员赶紧倒去室外。出外面吧。不过一到室外，就发现建筑物四边一直冲出高烟甲火星。楼尾顶的施工人员强要互乌烟包围，家己倒上已经是无可能，敢若会当倒去较安全的边仔等待救援。没办法下去，那个整个楼梯都是了。专联伫台中大道一间处理轻的物件断裂起的工厂，19发生严重的火警，致使9死8伤。检方启动调查，20通知空调设备、营建工程、机电工程等真侪间公司现场作业的人员，计共24位证人到案说明，厘清空调配管施工的情形。最后包含现场总负责人、主任工程师、工程行负责人等5个人，该列作过失致死、过失伤害的被告。拢以5万到60万交保。现场从事空调配管人员以阳乙炔进行地板切割作业时，未尽防火防护措施之注意义务，督导人员亦未善尽督导之责，导致火星引燃 PS 板，进而引发火势，造成本件事故。另外，负责营造的厂商甲监督营造的建筑师，因为涉嫌无按照建筑法、营造业法甲建筑师法落实施工管理甲监督营造责任，台中市府也分别移送营造业审议委员会甲建筑师定价委员会审议，会调查处理理清权责了后，按照规定处罚。记者综合报道。
特别到圣诞节，国外所发生攻击事件。德国东部的马德堡市20暗时，有人赛车弄入去圣诞市仔内底，至少有2个人死亡，60个人受伤。也那克罗埃西亚是有一个19岁的少年人，摕刀去伊的国校啊母校乌白台，致使一个7岁的儿童死亡。德国警方大声命令嫌犯趴伫涂骹，其他赶来的警察甲嫌犯包围。20拜5暗时，伫德国东部的马德堡耶诞市集是人上济的时阵，一位嫌犯赛车冲入去市集，造成严重的伤亡。目前知影2位受难者是一个大人甲幼囡仔，阁有15个人重伤。大电警车甲救护车也赶到现场，附近的民众也是心惊胆吓。Wir sind am Zittern, voller Mitgefühl mit den Angehörigen, auch in der Hoffnung, dass von unseren Angehörigen, Bekannten, Verwandten nichts passiert ist. 德国的耶诞市集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当年人是A定定。案发了后，真侪地区的耶诞活动也赶紧冻点，并且加派保全。根据警方的调查，犯案的是一位50岁精神科医师，2006年对沙烏地阿拉伯搬到德国，并且伫这个市集，也就是马德堡以南40公里的城市职业。警方初步认定这不是恐怖攻击，目前搁咧调查嫌犯的犯案的动机。伫巴尼干半岛的克罗埃西亚首都萨格勒布，一间国校伫20透早，有一个19岁少年仔夜倒撞入去1年的教室，致使一位7岁查某囡仔互拄死，阁有一位老师甲3个学生囡仔受伤，其中老师是重伤。警方派出医疗直升机，争取黄金的救援时间。克罗埃西亚的副总理兼内政部长召开记者会说明案情，表示警方伫案发10分钟就赶到现場抓人。15-godišnjak koji je bio učenik te škole i koji trenutno živi u blizini te. 当地媒体访问嫌犯的老母，表示嫌犯的情绪无稳定，真侪该进出疗养院。警方当咧进一步厘清案情。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美国政府原本因为拨款法案卡关面临关门的危机，众议院20暗时两党经过协商，以366票比34票通过新的短期拨款计划，解除关门的危机。法案上参议院审议21暗时以85票对11票快速过关，由总统拜登来签署。这个法案会使让美国政府继续运作到明年3月为止。Really grateful that tonight, in bipartisan fashion, with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votes, we passed the American Relief Act of 2025.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piece of legislation. It funds the government, of course, until March of 2025. That was a big priority for us. 美国众议院官邸政府停止运作期限前几点钟通过众议院议长强生提出的支援联邦政府运作甲灾难救济第2计划。这项118项的计划内容包含支援联邦政府运作到明年3月资金，另外也有救济天灾受灾区的1000亿美金，也有100亿美金的农民纾困资金。这项新法案无包含新任总统川普要求伫新年提关这部上限的要求。So Johnson made some promises on the debt ceiling, saying that he would lift it in exchange for deep cuts into the federal budget. But this also pushes that whole debate into next year when Donald Trump will be president. 众议院挂伫联邦政府停止运作进程，最后期限解决危机。政府若关起来，除了暂停支付数百万联邦员工的薪水，也会影响执法、军事、交通甲行政机关等服务的一切运作。一个旅游目击团体进行检举，政府停止运作，按算将航空公司、饭店甲其他企业造成每礼拜10亿美金的损失，致使圣诞季大规模混乱。众议少数党领袖杰弗瑞斯表示，民主党成功阻止共和党保守派人士通过无限制提款这部上限的法案，这是美国人民的胜利。虽然安尼，强生表示，川普支持这项短期拨款计划，计划通过前提是两党各退一步达成协议。在川普明年就任了后，共和党将按参众两院多数10处。国会会针对提款这部上限，同时进行政府预算下减来讨论。协议讲到会在10年内减少2.5兆美金的开支。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
今仔日是冬季的天气，受大陆冷气团的影响，今仔日平地上低温只有10度左右。气象署早时也针对部分地区发布柑仔色的灯号，代表天气可能会维持10度以下的温度。到礼拜透早，苗栗以北、宜兰部分地区也可能会落到10度以下。天气民众就要穿好小，做好保温的工课。拜六冬季日是上第一天，透早平地上低温出现伫金门，只有10.5度。花莲光复第二季来到10.7度。下晡开始受大陆冷气团影响，会愈来愈寒。气象署预估礼拜透早苗栗以北、宜兰局部可能会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最低温的时间大概就是在周日，也就是明天的清晨。预估在周日的清晨的话，在中部以北跟东北部的低温会降到大概12、13度，其他地区大概在14、15度左右，可能也都还是会有局部10度以下低温的一个状况出现。气象署下晡对新北市甲宜兰县发布真寒的柑仔色灯号，拜六下晡甲礼拜暗时有继续10度也是以下的气温发生。新竹苗栗是发布寒冷的黄色灯号，会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呼吁民众爱穿好少。冷空气预估下礼拜起来减弱，气温会小可回升，不过过耶诞节冷空气会佫南下，温度会佫再来下降。周四跟周五的话，东北季风增强影响之下，北部跟东北部的天气会再度的转凉。未来一礼拜这温度的变化，算讲是起起落落啦。今日中昼过温度降低差不多后礼拜下拜二温度慢慢回升，不过伊回升的情形无讲改变的，主要是因为开始落雨。也若关山是毋是落雪？气象署讲，下礼拜一若是温度水气有配合，是有机会。也若下礼拜一甲拜二南方云系移入，全台出现局部的短暂雨。另外，气象署也发布强风特报，拜六下晡开始，桃园甲台南沿海空旷所在，恒春半岛甲离岛，拢有机会出现9级到10级的强阵风。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冬季，嘛有人讲冬季是小过年。按照风俗，即天大家拢会食圆仔代表团圆，甚至有舞剧团体就招大家除了用台语讲冬季的故事，佮安排动手烧圆仔的活动，用趣味的方式，互囡仔自然接触台语。那唱圆仔歌，那跳舞，大家拢笑甲真欢喜。也趁机会讲冬节的故事，解说冬节是一年当中日头上短、暗暝上长的一日，互囡仔知。大家有看到日头啊无？有哦，真正是日头。对啊，日头也乖啊，愈来愈。有一个大自然。除了唱歌跳舞、讲台语故事，现场有烧圆仔活动，无论大人囡仔，大家拢参加笑嗨嗨。互因体验讲咱正这个节日爱烧圆仔，嘛互因会当动手做。了解要安怎烧圆仔，互因知影这个趣味安尼。互囡仔就是过台湾的迄节日。新竹舞剧团体特别伫冬节招大家做伙来动手烧圆仔，另外佮煮咸佮甜2种无共口味的圆仔，互大家食。因为即摆的社会吼较少有即款传统的物件，所以阮就想讲会当因为即个活动啊，甲即个传统的礼和一寡活动啊，甲伊传落去，安尼无伫厝其实嘛较罕伫咧有即个机会。阮的传统就是暗时当做进前一暗时食咸圆仔，阮隔工当做迄早起咧食甜圆仔。冬节团圆食冬节圆，食煞得加一岁。传统伫即天也爱煮圆仔汤拜祖先、拜神明，相当感谢规年烫天的保庇。透过活动，互囡仔哪耍哪对咧讲台语，也互大家感受过节的气氛。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互人合作的歌戏四大小生之一的歌戏演员叶青，今仔日伫咧台北甲戏迷举办见面会，也发表伊的传奇新册《歌戏千面戏王》。册内底有记录伊为歌戏奉献的过去甲成就。叶青也宣布要开始歌戏的传承工程列车计划，小解歌戏互少年人熟悉来传承传统戏曲。这些演员轮流上台表演歌戏，因拢是台湾歌戏国宝叶青的学生。叶青甲杨丽花、刘青、小明明4个歌戏演员，互人合作歌戏四大小生。即摆已经76岁的叶青，伊为歌戏打拼的过去，也写做一本传记出版。我迄本书内底有传承真侪物件，
要互爱好咱即个本土文化的朋友来了解讲歌仔戏伊的优美是伫倒，若有兴趣的人毋免一定爱演做观众嘛真好，敢毋是咧？所以呢，我希望讲，互恁多多了解歌仔戏的水。叶青的爸母拢是歌仔戏演员，受家庭的影响，伊自细汉就演歌仔戏。18岁，伊开始拍电影，学习武打的身段。22岁，进入电视台，正式开始伊的歌仔戏人生。捌伫老三台、中视、台视、华视搬过歌仔戏，尾手也注心伫歌仔戏团上工课。叶青歌仔戏团这将近快半个世纪以上对台湾文化、对台湾的戏曲的贡献，大家有目共睹。而且叶青女士呢，她对栽培新秀也相当的认真不管是这个歌仔戏也好，或者其他各种传统戏曲都能够有一个可以说一个表率。拜六叶青伫台北举办纪念会，伊参来自各地百众见面，吸引超过500个戏迷到场。除了传奇以外，叶青也讲，伊的团声工程列车准备要起行，透过参学校合作举办讲座一寡方式，帮继续推动歌仔戏的传承，让新一辈的少年人看到歌仔戏的水。记者阮谢桂林台北报道。伫东北角灵动的岩壁，有一群爱爬壁的人，若定来遮挑战，也会守护这片爬壁场。伊会去观察石壁的固定点，过1阵仔就换位，也会举办爬壁的救援演练，互来爬壁的人拢会当安心享受这款运动。下暗7点半，公司台记台青春咱的帮要带大家做伙来感受户外爬壁迷人的所在。为海边看日落地，伫个东北角的南东岩壁，会当看到有人慢慢爬起来。因靠一条索仔甲岩壁顶悬的固定点，就会当享受爬壁的趣味。这嘛是台湾北部真出名的天然岩场，是啥遮侪国内外高人来遮自我挑战。我希望遮的环境，伫遮生活的动植物，拢会使好好生活。阮爬本来爬壁，但是阮甲因袂相害安尼啦，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当然，我希望来遮爬壁的人，拢会使欢喜安全，伫遮欢喜爬壁。好，1、2、3，按拢好，然后往这个方向拉。做户外运动难免会有意外。台湾户外攀岩协会志工，每一年拢会伫南东举办救援演练的课程，并在当意外发生的时阵，希望会当缩短救援的时间。想到说，就是自己跟朋友可能会碰到的状况，所以才会想说，就是那就来参加一下，了解一下真正在这边如果碰到事情的话，怎么样处置，我有什么资源可以利用，这样做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最初步的反应这样子。然后翻身过来之前呢，会把他的手放到他的左边肩膀上，确认好你自己的状况，拿过来，就把转身转过来。转过来之后呢，这是我刚刚讲的，如果他今天穿长裤，我们可以再把他拉过来。短裤你直接拉过来的话，小心在地上磨。可以先动的话，为着把救人的经验推广出去，让更较侪人受惠，这阵介意来南东爬壁的友志，自发性成立台湾户外攀岩协会，用组织的力量建立系统的运作。目前嘛扩展到环境的生态保护，让每一个来遮爬壁的人，拢会当安心享受这个户外运动。我希望以后来爬壁的人会当愈来愈侪，会当支持这个运动，和遮个环境会当愈来愈好。这毋是一个人的梦想，是爬壁有志规旁人的力量。伊希望南东的环境会当永续发展，嘛希望用行动甲大家牵拍做伙，共同守护这个攀岩者心中美好的圣地。记者吴德庆、叶家军台北报道。落尾明仔载天气如何？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天气资料。北部地区12度到15度，中部地区12度到20度，南部地区13度到25度，
东部地区12度到22度，华岛地区9度到17度。感谢你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郭碧君。稍等下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帮》，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东北角关洞洞的石壁是冒险的旅程，嘛是众人守护的一个好所在。